今次就同大家介紹今年5月1號先開嘅深圳科學技術館，入面有3個展廳，主要都係講下宇宙啦、生活啦、AI 同我哋嘅關係等等，好多嘢睇㗎，真係咧大開眼界。記得早啲入場喎，入場前你仲要喺微信嗰度記得預約，成人50蚊一張。長者65歲以上係免費㗎，而青少年就係32蚊，60歲到65歲都係要俾32蚊嘅。至於點樣去，你可以去到深圳嘅光明站嗰度落車，行過去，咁呢可以睇到嗰個館嘅遠景，影下相都好靚嘅。展館入邊仲有餐廳，你可以去買嘢食。如果你中意我今次呢條片，你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啊！拜拜。